新團委吸到到湖北城市頻道，現在是高夢川報告新聞。美國政府亦再宣布對外國製造嘅品牌或者是專利嘅藥品徵收100%嘅關稅。外國副總理兼武鋼部長顏金勇表示，政府已經甲本地藥物公司指責，好在嘅公司攏有到美國投資設廠嘅規劃，或者是能爭取免稅嘅資格。領導新加坡經濟總社監督組嘅顏金勇昨日召開記者會嘅時候除了藥品之外，美國本輪嘅關稅也涵蓋家居用品及杜邦配件等類別，政府才甲本地製造商指責，評估具體嘅影響，並研究做認為到過渡期間提供支持，以協助企業維持經濟力。涉嫌將含有毒物嘅包裹送到回家等嘅一名61歲嘅華族男子，因為涉嫌蓄意傷害他人宗教及族群嘅情感，被控上法庭。主管回家事務嘅退部長費孝日表示，類似嘅事件可能分化社區，國政應該繼續立案駁斥這一類行為。陸政部及國家發展部澄清，疑兇地名曲到相能換地鄰里糾紛調解並無證件。當局指出，涉嫌因為蔡英文對曲到失去厝邊夫婦嘅男子柯阿輝，並無對兩死者到6月12號申請嘅社區調解作出回應，因此調解無法展開。營造低收入家庭系統及家長嘅幼稚培育輔助計劃，獲得青田銀行基金會資助650萬元，到未來3年來通過營養護理、心理健康及財務管理等方面，為來自低收入家庭嘅有身份嘅婦女提供支持。而據腦菜650名有身份嘅婦女將充當受益。為了提高血液管理嘅意識，新加坡心臟基金會將到30間能流量上貴嘅家電藥房設置血液站，鼓勵民眾打地進行檢測。公債金額嘅人生規劃網推出腦計劃月，伊有跳過850名公債金會網使用新團委新聞報道。公債金額到7月份將其嘅規劃工具集合到一個平台。當局表示，使用率上貴嘅是套現入息規劃工具，其次是為了保險規劃工具。2025年世界長職能游泳錦標賽圓滿結束，新加坡隊以殘奧冠軍葉品秀取得嘅一金一銀結束爭聽。外國選手落嚟將積極培養明年1月到泰國舉行嘅亞細安長職能運動會。新聞報告完了。